朋友們，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其忙碌的世界，我們常常鞭策自己，認為只有比別人爬得更高，住更大的房子，積累更多的資歷才算成功。這感覺就像是一場永無止境 sectional 的競賽。當上帝給以色列支派西布倫、以撒迦、亞設分配土地時，他非常細緻地規定了他們的邊界，從加利利附近的肥沃平原到地中海沿岸。約書亞記19:10-31。這裡反覆出現的境界希伯來語嘅噃一詞有邊緣、極限的意思。當我們聽到極限這個詞時，往往會感到壓抑。我們會想，這不是在限制我的能力嗎？但聖經所說的極限，並不是關押我們的監獄，而是保護我們，讓我們活出自我樣式的健康籬笆。上帝並沒有給每個人同樣大小的土地，而是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和能力，設定了最適合他們耕耘的定制化疆界。有趣的是，這些被分配的土地在後來的歷史中常被視為邊緣化的外邦。然而，正是在那個漸漸被世人遺忘的地方，加利利，耶穌基督降臨了。耶穌沒有去華麗的皇宮，而是來到了那些在生命極限中掙扎痛苦的人身邊。他親自尋找那些因身體疾病、心靈破碎或社會排斥而生命疆界受損的人，醫治並恢復他們。耶穌向我們展示了天國就在我們腳下所踏的這片實際的生活土壤中開始。耶穌親自甘願接受了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極限，因他受的鞭傷，我們的傷口得到了醫治；因他擔當了詛咒的十字架，他驅散了籠罩在我們生命中的陰影。今天你是否正因為與他人比較而痛苦，自責到為什麼我只有這點本事？或者你的靈魂是否正因為超負荷的擴張而感到枯竭？遇見耶穌就是發現上帝賜給你的健康極限。當我們準確地知道自己的疆界，我是誰，我擁有的才華和能力是什麼，我們才能停止貪圖他人的領域，轉而充實地經營自己的生活。有勇氣承認這就是我的盡力之處，而那之外是上帝的領域，這才是真正的成長。今天請依靠那位在十字架上為你捨棄一切的耶穌，衷心希望你在耶穌基督裡發現屬於你那珍貴的生命疆界，並在其中享受真正的安息與成長。